来看有一对翁仔某指控讲，伊的太太顶个月13才打生产，离世开始住伫家己中间的产后护理之家做未来哦。无想到讲囡仔因为照顾的疏失过身，因对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，护理之家的人员帮阿英仔家己啉牛奶，家己伫边仔耍手机啊，40-50分钟才顺一解哦。面对这对翁仔某的指控，家己的中间是表示讲，原因应该了解，为着保护阿英仔的隐私，无方便说明病情。相片内底大手牵小手，爸爸妈妈甲拄仔出世的宝贝翕相，美好的画面即马煞变成伤心的回忆。家己这对翁仔某指控，顶个月13，囡仔拄仔出世无偌久，因为缺氧带入去加护病房，疑似出院转入去家己中间产后护理之家，想袂到才过10天。7月初3暗时，囡仔就因为无开送病院，然后因为脑部严重受损，无法度搁清醒，家属只好伫15拔管，互囡仔离开。监视器里面看到我们家弟弟，他是躺着，然后奶瓶是跪在他的那个婴儿床旁边让他喝奶，保姆也没有帮他拍嗝，可能有40-50分钟的时间，没有人去查看我们的小孩。如果早一点，是不是我弟弟就不会发生这个意外？妈妈一直哭，表示值班人员久才顺一摆，囡仔换气袂顺的时阵，才会无马上发现，造成悲剧发生。想到结婚7档真无简单，透过试管才生出来的囡仔，就安尼离开，互翁仔某真歹接受，认为护理之家有照顾疏失。有一个保姆，她在照顾小朋友，她是抱着他，然后一手在滑手机，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缺失。而且他们其实很常集中在一个照顾台那边，小孩子就放着。虽然有去巡，但是我觉得那个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想说，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家月子中心？先生一直安慰太太，家属指控家己中间伫事故发生了，拢无主动关心，态度互人刺心，无排除对病院提告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家己报道。